今年4月，我哋一家人去咗陝西6日遊。第一日乘搭飛機到達西安，西安位於陝西省嘅中心點，而陝西省又位於中國嘅中央。夜晚遊覽鐘鼓樓廣場同埋回民一條街。第2日搭車前往壯觀嘅虎口大瀑布。到咗延安，參觀咗棗園革命基地，啲屋呢就建喺窑洞。夜晚到咗延安紅街，第3至第6日嘅行程，請睇下面嘅連